Hello，大家好，我係紅啊。今期嘅話咧，主要係都喺我哋辦公室呢一邊咧，去同大家去詳細咁樣講一講關於惠州呢個城市嘅。可能喺我哋好多香港嘅街坊嘅心裏面，大家會覺得惠州係一個比較偏、比較遠嘅城市，甚至係有部分未嚟過惠州嘅街坊可能會覺得惠州呢個城市係非常之落後嘅。可能同樣有好多街坊已經係嚟過嘅話咧，大家可能就會比較知道啦。惠州發展到今時今日，成個惠州嘅變化咧已經係非常之大嘅。咁紅啦，作為一個惠州本地人，又喺呢邊做地產做咗咁多年，呢2-3年又開始慢慢接觸咗裝修啦，所以可以講啦，阿紅從細到大喺惠州長大，喺惠州呢邊生存生活工作平時去行街玩都係離唔開惠州。所以咁講，阿紅所講嘅今個話題同大家去分享嘅係一個比較真實同埋一個比較完整嘅惠州。咁當然啦，每個人嘅見解唔一樣。阿紅只不過係將自己所知道嘅內容同埋呢啲經驗一一同大家分享，希望鏡頭前嘅各位香港街坊聽完阿紅嘅分析之後，可能就會對惠州嘅呢個城市更加嘅清楚啦。OK， 同樣啦，一開始可能會同大家講一講惠州而家位於係呢個粵港澳大灣區嘅其中一個城市之一。相信鏡頭前嘅各位觀眾朋友多多少少都有聽過呢一個粵港澳大灣區嘅呢一個成個經濟開發區嘅呢個規劃。呢一個咧係由國家去主導嘅，總共係有11個城市佢包括大陸9個城市同埋香港、澳門。咁大陸嘅9個城市咧係包括我哋嘅粵西3個城市：珠海、中山、江門。然之後嘅話咧，就係我哋廣州中間嘅嗰3個城市，就係廣州、佛山、肇慶。咁然之後嘅話咧，就係我哋粵東呢一邊嘅深圳、東莞同埋惠州啦。加埋嚟咧就11個城市組成嘅一個粵港澳大灣區。相信咁幾年時間，可能有好多我哋香港街坊對於呢個粵港澳大灣區嘅建設同埋呢一個口號同埋呢一個片區嘅稱呼已經係唔陌生噶啦。所以嘅話咧，大家有時候返嚟大陸甚至有啲外省嘅呢一個群眾或者外省嘅朋友都會問到阿紅目前工作喺邊度？有時我都會同啲朋友講我喺大灣區，甚至而家外省好多朋友都會知道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嘅呢一個稱呼。咁當然啦，可能有啲朋友更加會追溯到你喺粵港澳大灣區嘅邊個城市啊？咁阿紅可能就會講喺惠州時不時咧都會喺深圳，因為惠州同埋深圳係挨住嘅。所以咧，有啲朋友問到紅，經常會喺邊度？一般就喺惠州，時不時咧會過返深圳。咁當然啦，都有啲機會會去到香港，因為呢幾年都係慢慢做返我哋港人北上買樓、退休養老、居住等等咁樣嘅一個工作。所以咧，時不時都會去返香港，去揾返啲我哋嘅業主朋友啦、阿紅自己嘅呢啲客戶朋友啦，或者我自己識得嘅一啲粉絲朋友啦，大家都會去香港行一行。見個面探一探，咁當然啦，都係有好多嘅香港朋友嚟到惠州、嚟到深圳揾阿紅傾下偈啦、見個面啦，甚至話睇樓啦，阿紅都係經常有咁樣去碰面嘅。所以有好多觀眾會問到阿紅經常出現喺邊度啦。OK， 咁同樣啦，成個粵港澳大灣區嘅話咧，呢11個城市其中有幾個城市係比較大嘅。廣州啦、深圳啦、東莞啦，呢啲城市嘅經濟包括係香港同埋澳門都好啦。呢幾個城市嘅話咧，經濟都係比較犀利嘅。咁當然啦，佢嘅城市嘅實力都毋庸質疑嘅。咁接下嚟可能就係到佛山啦、珠海啦、惠州啦呢啲城市啦。呢啲可能喺成個11個城市裏面嘅話咧，可能個經濟能力就稍微差嘅。但係嘅話咧，同樣呢啲城市嘅話咧，樓價、物價又稍微比較低，都係我哋香港人比較去向往去退休養老居住嘅一個城市。包括埋中山啦、江門啦、肇慶啦呢啲城市同樣都係。咁當然啦，每個港人北上大陸買樓嘅話咧，可能大家揀嘅城市唔一樣，甚至話揀嘅樓盤片區都唔一樣。咁阿紅作為惠州人其他嘅城市嘅話咧，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了解。但係講翻最了解嘅話，其實都係惠州，因為本身再講翻嘅阿紅本身就係惠州本土人。
土生土長嘅一個惠州人。咁好多年前嚇，阿雄今年36歲，好多年前可能10幾年前啦，阿雄啱啱做地產嗰陣時，惠州嘅發展可能係比較弱嘅，甚至話係比較差嘅嗰種。但係嚟到今時今日嘅2026年，咁今日都係啱啱2026年過咗嘅呢2-3日，係一個新嘅開始。成個惠州嘅變化已經好大㗎啦。咁當然啦，首先就講翻嘅惠州嘅呢個城市佔地係比較大，即係成個城市嘅呢一個面積比較大，所以嘅話咧，佢都有好多地方係發展得唔係好好嘅。所以同樣都有好多街坊話惠州有好多地方去到好偏。咁作為惠州本地人，阿雄都承認有好多惠州嘅比較偏遠嘅地方。但係嘅話咧，嗰啲地方咧，阿雄咧係個人唔建議大家去買嚟自住退休養老嘅。但係嗰啲地方嘅話咧，如果大家話我去旅遊去玩一下，去度下個假行一行，咁樣就 OK 嘅。因為越偏遠嘅地方嘅話咧，可能環境包括周邊嘅旅遊生態會更加嘅靚。但係嘅話咧，可能呢啲比較偏遠嘅地方咧，交通啦、城市面貌啦、生活條件啦就比較差。所以嘅話咧，要睇翻大家去嗰度玩冇問題。但係你話要好奇呢邊居住，去啲比較偏遠嘅地方嘅話咧，阿雄就唔太建議㗎啦。OK， 咁同樣啦，話題又翻嚟我哋惠州啦。惠州咁大個城市，咁其中嘅話咧，佢佔地有幾大嘅話咧，阿雄咧都係做咗筆記嘅嚇，會一會同大家講翻。成個惠州嘅話咧，佔地就差唔多11,347公里嘅平方公里。即係11,347咁同樣啦，今日有個呢個白板喺阿雄嘅呢個辦公室，阿雄都會通過呢個白板，會更加清楚，會同大家畫一翻一個關於惠州呢個城市嘅一個地圖。首先惠州頭先講到嘅話咧，佢係喺粵東嘅，佢位於成個粵港澳大灣區裡面嘅深圳、東莞呢一邊，所以阿雄咧主要係呢個白板上面會標註出深圳同埋東莞同埋惠州嘅一個位置。OK， 咁首先深圳嘅話咧就喺位於惠州嘅呢個西面，咁左西右東喺呢個屏幕嚟講左西右東，咁呢邊就係深圳啦。阿雄就簡單咁樣畫嗰個圈，將呢一個位置就歸為深圳。OK， 可能個字寫得比較醜大家比較留意聽視頻就 OK 啦。畫圈嘅呢邊就代表深圳，咁然之後嘅話咧，惠州嘅呢一個北面。即係我哋上面嘅北面呢一個位置就係東莞啦。咁樣可能會比較清楚阿雄畫嘅呢啲線條。等陣嘅話咧，會同大家講一講。咁其中嘅話咧，深圳同埋東莞咧，佢係喺惠州嘅下面，咁中間嘅呢一塊就屬於惠州啦。OK， 因為惠州嘅呢一個土地面積比較大，所以嘅話可能大家會比較清楚。中間嘅呢個位置係惠州，惠州嘅南方下面嘅話咧就係大海啦。惠州嘅南邊最下面嘅呢個區域咧叫大亞灣同埋惠東兩個區域嘅。大亞灣同埋惠東係靠海邊嘅啦，係冇陸地嘅，要同大家講翻清晰咁樣知道啦。所以咧下面阿雄咧就唔備註先，或者叫海啦，大海下面就係大海OK。咁可能有啲觀眾朋友會了解到，咁惠州再往東過去係邊度呢？係呢一個汕頭汕尾嗰邊，甚至而家我哋所稱呼嘅呢一個深汕合作區汕頭汕尾潮州潮汕嗰邊。OK， 深汕合作區咁而家有個地方叫深汕合作區嘅，咁呢個位置嘅話咧，而家目前係深圳嘅地方噶啦，叫做深汕合作區。可能大家可能從鏡頭前面會睇得清楚啲。然之後喺我哋嘅呢個東北嘅呢個方向，阿雄留咗個地方嘅呢個位置咧，就屬於河源。等陣會同大家講講點解會河源有交界嘅。可能今次嘅呢一個惠州嘅科普嘅話咧，會令大家更加清楚惠州呢個城市嘅發展啦。當然啦，可能呢條視頻會比較長。因為咧會一直同大家講翻惠州而家目前嘅情況，同埋而家嘅一個大概每個區域，等陣會同大家拆分翻。首先從呢個地圖上面，大家見得到阿雄可能比較潦草咁樣畫出嚟，成個惠州嘅一個大概情況。惠州向西就係深圳，向北就係東莞，向東就係深汕合作區，同樣都可以講係深圳。只不過咧，嗰塊係深圳飛出去啱啱發展冇幾耐嘅地，未來有條深汕高鐵會就通咗27年，咁兩地嘅話就會比較快發展啦。所以講惠州係喺深圳中間夾住嘅，大家可能比較清楚啦。然之後往我哋嘅南方下面咧就係大海，即係我哋嘅南海或者係話太平洋，然之後再往東南角東西西南角呢邊落去嘅話就係香港，
OK， 鏡頭前對於惠州有邊啲唔清楚嘅話，大家可以入線諮詢翻下。咁啊講翻啦，惠州其實從呢一個地理位置嚟睇咧，佢嘅呢個位置其實唔係好差㗎咋，因為隔離就有深圳啊、東莞啊、香港啊，甚至話我哋嘅呢個西南角呢個位置香港 ，OK 都唔係話好遠㗎咋。所以可能話啲字寫得比較醜啊，大家了解一下。然之後嘅話咧，成個惠州後面又係深圳。所以嘅話咧，佢嘅呢個地理位置係非常之靚嘅。咁多年嚟，點解惠州嘅發展咁慢呢？首先啦，喺更加早之前惠州嘅呢個城市會包含咗深圳同埋東莞，同埋一部分嘅深汕合作區。因為惠州喺更加早之前，佢係一個更加大嘅城市。咁陸陸續續就分咗好多城市出嚟啦，包括深圳啦，由惠州拆咗出嚟。之前可能大家都會了解到深圳有個地方叫寶安嘅，咁其實深圳就係由寶安縣發展到而家今時今日嘅深圳嘅呢個經濟特區。包括東莞都係由惠州好早之前拆出去嘅。所以點解成個東莞市佢係冇街道嘅，即係冇分區嗰啲嘅？因為本身東莞就係以前惠州嘅一個區，然之後嘅話咧，而家東莞咧就有好多鎮。即係而家目前惠州各個區嘅下面嘅鎮，即係我哋所謂嘅街道辦。所以嘅話咧，更加早之前，東莞都係由惠州劃出去嘅。從惠州劃出去嘅呢啲城市都係發展得好好嘅。所以睇得出，以前惠州發展得唔好嘅原因就係因為佢自身嘅嗰啲官員。咁呢個話題可能比較敏感啦，大家聽完之後可以聽阿雄講一講。惠州以前好多官咧可能比較貪，咁呢個咧係舊時代嘅事情啦，因為以前做官邊有唔貪㗎？但係嘅話咧，以前好多呢啲惠州嘅貪官咧，佢係冇所作為嘅，所以對惠州嘅發展咧係比較少甚至對呢個城市嘅呢個變化都係產生比較少。咁同樣啦，包括惠州呢個城市本身佢嘅生活節奏係比較慢所以咧導致咧更多年以往更多年佢發展得比較慢。但係要講翻嘅，從呢一個粵港澳大灣區或者話從呢個深圳、東莞發展咗起身之後，同時都拉動咗惠州。惠州係咁樣發展得比較大嘅一個情況。然之後新嘅主席上位之後，對於成個惠州嘅呢一個變化就好大啦，因為啲貪官咧全部打晒，咁然之後新調過嚟嘅官員咧係對惠州進行一個好大嘅變化嘅。惠州由之前嘅2個區、3個縣，就由新嘅政府領導上任咗之後，就變成4個區、3個縣，係咁樣劃翻出嚟嘅。所以對成個惠州而家嘅變化咧，就變化咗好大啦。OK， 所以大家如果係對惠州以前嘅歷史有啲唔知道或者唔明白嘅話咧，可以入線諮詢翻阿雄，或者係評論留言翻，可能對大家喺惠州買樓嗰陣時咧有少少幫助。同樣啦，鏡頭前覺得阿雄噏得啱或者阿雄講得啱嘅觀眾朋友，不妨點個讚。OK， 再講翻啦，頭先阿雄講到惠州咧就由之前嘅2個區、3個縣變成而家嘅4個區、3個縣，係由邊啲縣同埋邊啲區咧？阿雄啦就詳細咁樣從呢一個地圖上面又同大家去講一講。OK， 咁同樣惠州嘅市區係我哋叫做嘅惠城區，咁阿雄啦就將中間嘅呢2個字畫咗佢啦因為可能會擋住咗。OK。然之後換一支筆同大家講一講關於惠州啦。頭先所介紹到嘅就係惠州呢個城市嘅身處於嘅一個地理位置係點樣嘅。然之後接落嚟咧可能會同大家再講嘅就係成個惠州市呢啲區域嘅一個劃分。所以點解我哋經常話喺惠州買樓要買邊啲區域比較啱大家？可能聽完今期大家就會更加清楚啦。OK， 咁同樣啦，頭先講到阿雄所講嘅惠州嘅市區。就叫做惠城區，呢個係惠州嘅市區，佢作為惠州嘅行政中心區域裏面嘅話咧，我哋市政府啦，甚至我哋嘅呢一個成個惠州嘅呢一個經濟發展啦，同埋一啲行政級別上面嘅一啲政務單位啦，基本上成個惠州市嘅唔係話邊個區嘅，惠州市嘅都係集中喺中間嘅呢一個位置，惠城嘅呢一個區域。阿雄大概咁畫個圈啦咁呢個圈嘅話咧就作為惠城。OK， 大家要清楚阿雄而家所畫嘅呢一個圈就係惠城啦，惠城區同大家標注下先，可能等陣會講得更加仔細嘅啦。咁區同埋縣咧係有區別嘅，一般嘅縣咧係稍微比較落後嘅，區嘅話咧佢嘅發展就會比較好啲嘅啦。呢個係毋庸置疑嘅。阿雄作為惠州惠東縣本地人，都會更加清楚會同大家講翻惠城區嘅呢個位置嘅話咧，作為惠州市嘅呢個主城區
同樣頭先講嘅嚇，要講翻嘅，佢係惠州嘅呢個行政中心，所以嘅話咧，成個惠城區嘅建設面貌係好靚嘅，係其他區域都係超越唔過嘅呢個位置，因為本身佢就係政府嘅門面啊，所以佢嘅呢個行政上面，包括佢成個城市嘅面貌啦、寫字樓啦、人才啦、經濟啦，都係比較好嘅啊，包括成個城區嘅交通啦等等之類嘅話咧，都係做得比較靚嘅。包括佢裏面仲有好多旅遊景點，等陣會同大家講翻。OK， 然之後嘅話咧，惠城往北嘅呢個位置，往東莞嘅呢個方向，即係阿紅重新喺呢邊畫一個圈出嚟啊，往北嘅呢個方向啊，呢一個位置啦。OK， 咁呢一邊嘅話咧就叫做博羅縣啊，佢係挨住東莞㗎。可能有嚟過呢一個博羅縣嘅觀眾朋友，甚至有之前喺大陸搬過去香港嘅博羅縣嘅老鄉，大家可能會比較清楚。博羅佢係同東莞挨埋嘅。OK， 甚至講到歷史啊，博羅好多年前有時候都係歸東莞管㗎，增城後面又俾翻惠州。OK， 咁嗱叫做博羅縣嚇，我同標註出嚟先。博羅縣 OK 係縣城嚟嘅嚇，唔係區，係縣城，唔係市區。然之後嘅話咧，往我哋東北嘅呢個方向過去，阿紅頭先都有留咗個位置啊，呢邊過去往河源嘅呢一邊過去，就係龍門啦。龍門都係一個縣大家如果係有惠州浸溫泉嘅話咧，可能對龍門嘅呢個地方就會比較清楚啦。阿紅同樣都標註出嚟嚇，龍門縣，唔好意思。咁龍門嘅話咧，其實佢主要嘅產業都有啲製造業，同埋主要嘅係旅遊。最出名，作為本地人同大家講嘅龍門浸溫泉非常之舒服。好出名嘅一個溫泉叫做富力南昆山嘅，而家係一個國家級嘅旅遊景點，裡面嘅溫泉非常之靚。大家如果有機會，包括而家冬天啦，天氣凍，真係從香港有過嚟嘅，包括臨近都一個零月啦，就過年有放年假嘅話咧，大家如果有機會可以去嗰邊浸一浸溫泉。OK， 龍門縣OK， 咁同樣睇翻剩低嘅。仲有阿紅所講嘅仲有2個區同埋1個縣。咁其中嘅話咧，惠東呢個縣咧就靠近呢個深汕合作區嘅啦，就係而家阿紅所畫嘅呢一個區域。惠東惠州嘅東面叫做惠東縣。咁呢一個縣嘅話咧，係成個惠州最大嘅一個面積嘅一個區域。佢嘅面積嘅話咧，差唔多佔咗成個惠州嘅1/3到1/4左右，所以講惠東嘅面積係好大㗎。佢有部分嘅話咧，大家可能比較知嘅順寮灣啦、雙月灣啦、亞婆角啦，即係十里銀灘嗰邊啦，都係屬於惠東管嘅。所以咧，惠東佢會更加偏向於類似惠州嘅面貌，因為佢有山有海。其實惠州就係咁樣嘅一個城市，佢有山有海嘅嚇。後面等陣會同大家去分享一下關於惠州點解會作為咁多港人而家目前嚟呢邊養老投資嘅原因。最主要個點就係講翻嘅都係環境同埋交通，等陣會同大家講。咁頭先唔小心提到惠東就係咁樣嘅城市，佢有山有海，但係惠東嘅呢一個地方嘅話咧，發展得唔係非常之好，特別係產業方面嘅。你話佢旅遊 O 唔 OK 咧？稍為算正常。同樣都唔算話好靚個咯，但係嘅話咧，對比其他惠東嘅其他產業，我個人認為旅遊已經係發展得唔錯噶啦。在於惠東縣嚟講 ，OK， 咁然之後嘅話咧，再剩低嘅話咧，就係另外一個區域，就係惠陽惠陽嘅呢個區域。咁同樣啦，惠陽嘅話咧係林森嘅 ，OK， 惠陽惠陽區域係屬於林森嘅啦，好唔可能唔小心畫多咗，因為同樣大亞灣都係屬於林森 ，OK。然之後嘅話咧，再同大家講下惠陽嘅呢個區域咧就係林森嘅，所以嘅話咧點解會同大家講到而家目前好多我哋港人如果係追求交通便利嘅話咧，可以揀惠陽嘅呢個區域，因為惠陽本身就係臨近深圳，無論係地鐵又好，高鐵都好，從深圳過嚟惠陽係比較便利嘅。對於成個惠州嚟講係相當便利啦，可以咁講啦。所以點解惠陽呢個區域而家目前都有好多我哋港人去選擇呢個區域作為呢個養老啦、自住啦、退休啦喺呢一邊然之後再到下面嘅呢個區域咧就係大亞灣啦，大亞灣 OK。咁同樣啦，然之後嘅話咧，頭先有講到一個博羅仲海嘅呢個區域，唔好意思，仲海嘅話咧，其實佢係由惠城拆出嚟嘅
可以咁講下，佢係由衛城拆出嚟嘅，可能喺由一半咁樣嘅位置啦，係由衛城拆出嚟嘅。阿紅喺呢個位置畫一個正方形，代表中海啦，因為佢係從呢一個衛陽嘅呢一個區域，從呢個衛城嘅呢個區域拆出去嘅。OK， 咁所以嘅話咧，佢呢個位置嘅話咧，係由呢一個衛城拆出去嘅，叫做中海嘅呢個區域。可能地理位置上面阿紅啦畫得有啲奇怪，但係大家比較留意咁樣聽就知道啦。所以咧，成個惠州而家目前嘅呢一個片區嘅分佈，每個縣城同埋市區嘅分佈，大概就阿紅呢個圖所畫嘅，可能會像一隻蜘蛛網咁樣，俾大家知道邊個區域係邊個區域。OK， 咁所以嘅話咧，大家而家目前就清楚啦。咁如果係話惠州嘅城區嘅話咧，就喺成個惠州嘅中間。然之後嘅話咧，中海就由呢個衛城區拆出嚟嘅，變成一個經濟發展區。咁然之後嘅話咧，仲有兩個區，就係一個惠陽區同埋大亞灣發展區。大亞灣嘅呢個發展區咧，係由呢一個惠陽區拆出嚟嘅，佢係一個發展特區。同呢一個中海區從衛城區發展出嚟一樣。所以佢有4個區。然之後有3個縣。博羅縣啦、農民啦、惠東啦呢啲縣。OK， 所以嘅話咧，大家如果要話對成個惠州嘅一個區域就咁樣分佈嘅，總共呢裏面嘅話咧，佔地下成個惠州市頭先講到嘅11,347公里，成個惠州市啊！阿紅喺呢個地圖可唔可以上寫一寫俾大家下？可能寫喺東莞呢個位置，11,347平方公里，成個惠州市。佔地OK， 大家可能唔知從個屏幕上面睇唔睇得清楚啦。成個惠州市嘅佔地就呢一個11,347平方公里。同樣啦，分為咁多個區域。咁然之後先大概同大家講下成個惠州目前嘅一個重點嘅交通佈局。最主要講返高鐵、高速，或者話啲低速路，阿紅就唔同大家多作解釋啦。然之後同大家講翻嘅就係惠州暫時係冇地鐵嘅嚇。咁關於地鐵嗰啲規劃嘅話咧，大家可以後期或者後台或者呢條評論呢條視頻下面評論留言翻關於呢個地鐵方面嘅。今期主要會同大家講到係高鐵。成個惠州嘅話咧，咁大嘅面積，而家目前咧係有9個高鐵站，係包含咗3條高鐵線路嘅。其中嘅話咧有一條高鐵線路就叫做深汕高鐵。OK， 幫大家標一標深汕高鐵，可能個字咧會比較細啲，因為呢個白板會比較細。深汕高鐵嚇，咁深汕高鐵目前從惠州穿過嘅話咧，係有2個站，一個咧就喺呢個惠陽嘅呢個區域呢個位置，叫做惠陽站。惠陽站嚇 ，OK， 佢係由深圳呢一邊穿過嚟嘅。惠陽站，然之後穿過嚟之後咧，就會經過呢個惠東一直去到深圳合作區，再往呢邊就係去到呢一個廈門、杭州嗰邊啦，所以叫做深汕高鐵廈新高鐵，唔好意思，又唔好意思講錯咗，廈新高鐵嚇，廈新高鐵，深汕高鐵仲未做好㗎，呢條叫廈新高鐵 ，OK， 廈新高鐵廈門到深圳嘅高鐵 ，OK， 唔好意思，整改翻廈新高鐵由廈門到深圳，由深圳到廈門。然之後嘅話咧，喺呢一個位置都係有一個站叫做惠東站，而家可能叫做惠東南站。OK， 惠東南站，阿紅而家畫嘅呢一個位置啦。所以大家可能會比較清楚。如果從深圳翻嚟惠陽站落車嚟到惠陽區或者係大亞灣區係非常之近嘅。可能打車嚇，多數我哋主推嘅樓盤嘅話咧，大概打車都係講緊15到20分鐘左右，從呢個惠陽站都可以去到噶啦。稍微偏遠嘅話，可能要去到半個鐘啦嚇。咁啊睇翻大家啦。然之後再搭多一程過去嘅話咧，就會去到呢個惠東南站。惠東南站嘅就喺呢個惠州嘅隱山嗰個位置，或者話有個樓盤比較挨住近嘅，叫做呢個富力灣嘅，就從呢個位置過係好近噶啦。OK， 然之後同樣嘅呢一個站喺深圳叫深圳北站，
等陣嘅話咧，佢要考大家嘅呢個深圳北站係而家宇宙中心。點解叫做宇宙中心咧？因為而家全國所有高鐵都可能會到達呢一個站，佢係非常之龐大，同埋佢嘅呢一個發展到全中國嘅交通網絡咧係非常之便利嘅，就叫深圳北站。以前喺未嚟呢個深圳北站之前，羅湖嗰個汽車嗰個火車站咧係好出名嘅。然之後咧有咗呢個深圳北站之後，對成個深圳嘅龍華嘅變化就好大㗎啦。呢個以後有機會同大家講深圳嗰陣時，會同大家去講一講佢嘅歷史。咁然之後頭先講到嘅呢一條廈深高鐵就係由呢一條過去㗎啦，叫做廈深高鐵啦。阿紅喺呢邊再標一標，避免等陣大家可能會聽錯咗，或者阿紅而家先講出嚟俾大家聽。廈深高鐵就由深圳北去往呢一個廈門，然之後咧有兩個站，咁然之後仲有兩條高鐵嘅話咧，都係從我哋嘅呢一個廣州過嚟嘅，叫做廣汕高鐵。咁呢一個高鐵嘅話咧，阿紅同樣咧都有標出嚟嘅，佢嘅話咧係有廣深高鐵嘅話咧係由從呢個廣州咧就係深圳同埋東莞嘅再北面嘅呢個位置廣州嚇。佢嘅話咧係由呢一個穿過博羅然之後嘅話咧再嚟到惠東然之後再同樣去到呢個深圳合作區嘅呢一條高鐵嘅話咧叫做廣汕高鐵廣汕高鐵喎，大家要記得啦。廣汕高鐵嘅話咧，其中廣汕高鐵喺惠州嘅話咧係有阿紅幫大家睇一睇嘅話咧係有幾個站嘅。首先從呢一個博羅開始係有一個博羅嘅博羅站喺中間呢個位置啦，紅標一標可能個位置唔夠嘅話，等陣嘅話，紅都會將一啲部分嘅線路圖畫咗佢，大家可能比較認真咁樣聽翻就得啦。博羅站然之後嘅話咧，除咗博羅站嘅話咧，仲有一個叫做羅浮山站羅浮山站嘅可能會更加近啦。羅浮山而家目前係惠州嘅好大嘅一個著名景點，係爬山嘅。佢裏面咧有個羅山，有個浮山羅浮山站。然之後再前面嘅話咧，就會到達一個叫做羅陽站。羅陽站嘅話，呢個位置係屬於惠州博羅縣嘅縣城即係佢呢個博羅縣嘅市中心、縣中心，就叫做羅陽站。OK， 所以嘅話大家要記得啦。然之後嘅話咧，再往呢一個惠東方向，大家鏡頭見到嘅呢一條線往惠東嘅呢個方向嘅話咧，有一個惠東站。惠東站可能會比惠東南站要更加近呢個市區。OK， 所以嘅話咧，呢啲站嘅大家可以大概咁了解一下。可能咧，我哋香港過嚟嘅話咧係坐唔到嘅，但係大家要知道有咁樣嘅一啲站。OK， 咁呢一啲站嘅話咧，就係阿紅頭先所講嘅廣汕高鐵呢條叫做廣州到汕頭嘅呢個高鐵。當然啦，可能有部分嘅觀眾朋友係冇坐過呢條高鐵嘅話係唔了解嘅。佢由廣州穿過惠州，再去到汕頭咁樣嘅一條高鐵。咁然之後嘅話咧，仲有一個高鐵站未有一條高鐵線路，同樣都係由呢個深圳北出發嘅。OK， 然之後嘅話咧，佢係往呢一個中海，然之後再往呢個博羅呢邊上嘅呢一條高鐵嘅話咧，就叫做呢一個贛深高鐵。贛深高鐵喎，大家要聽到喎，係由贛嘅意思就係江西嘅縮寫，江西省我哋簡稱就叫做贛然之後呢條高鐵咧就叫做贛深高鐵，係用呢一個深圳北去往江西咁樣一條高鐵阿紅同樣都標出嚟贛字，好啦，呢個字寫得比較潦丑阿紅簡單咁樣標一標。然之後同樣嘅，佢喺深圳北出發嘅話咧，就有兩個站唔好意思係有3個站嘅咁其中嘅話咧有個眾海站喺呢個位置，眾海站同大家講一講，眾海係有個高鐵站嘅然之後嘅話咧，仲有一個站咧就係呢一個惠城嘅呢一個位置，兩個站惠城然之後嘅話咧，叫做惠州北站同埋惠州南站，就喺惠城嘅北面同埋南面比較簡單咁樣知道個地理位置咁詳情喺定位嘅話，大家可以喺地圖上面搜，呢個係阿紅所知道嘅經驗，同埋同大家去分享翻嘅。然之後叫惠州南站 ，OK， 同埋一個惠州北站總共嘅話咧，頭先大家鏡頭見到啦，惠陽站、惠東
南站、惠東站、眾海站、惠州南站、惠州北站、羅陽站、博羅站、羅浮山站所以嘅話，大家睇到下呢個地圖係有好多高鐵站㗎，甚至可以講成個惠州嘅高鐵站而家係目前成個廣東省最多，佢總共係有9個站未來可能仲有其他站但係嘅話咧，呢個係規劃嘅話咧，紅咧就唔會同大家去講出嚟㗎啦。呢啲係現時已經有嘅可能大家會睇到，可能有啲區域係冇高鐵站㗎特別係話大亞灣啦、龍門啦呢兩個地方係冇高鐵站嘅。呢個啦就唔知點解政府嘅規劃啦。阿紅所知嘅話咧就係咁樣。OK， 咁大家如果有邊啲唔清楚、唔明白嘅話，就可以入線諮詢翻啦。咁嗱，關於成個惠州最方便大家從香港過嚟嘅話咧，就係由深圳北坐呢一個廈深高鐵嚟到呢一個惠陽站，或者話去到呢個惠東南站落車然之後嘅話咧就嚟惠陽啦、大亞灣啦、惠東嘅海邊嗰一片啦，稍微近啲。但係海邊去到惠東站咧個路線咧就冇咁好行，其實距離唔遠㗎，可能20零公里，唔到25公里啦應該啦。但係嘅話就因為嗰啲路冇咁好行，所以咧導致咧海邊去高鐵站嘅時間會比較多。但係呢一邊城區大亞灣惠陽嘅話咧，佢反而去呢個惠陽站就比較方便啦。同樣咧距離都近，可能都係講緊幾公里之內嘅。如果話超過10零公里咧，可能大家打車都要半個鐘㗎啦。所以咧，點解阿紅經常會同大家去推介大亞灣同埋惠陽嘅呢兩個區域？因為其他方面有一個好致命嘅重點，就係交通唔係好便利唔係話唔得都得，但係嘅話咧，你相對於呢兩個區域嘅交通嚟講咧，係呢兩個係佔咗好大嘅一個優勢㗎。OK， 因為我哋從香港翻到嚟大陸居住，首先要考慮到最大嗰個點就係我翻屋企嘅一個時間成本。我點樣先至方便？點樣先至去便利？除咗呢啲高鐵之外，呢兩個區域仲有好多一點。頭先講嘅，我哋14號線已經係到呢個惠陽林森啦。16號線都係到大亞灣林森啦。一個咧就係沙田站。OK， 咁呢條14號線啦。OK， 14號。咁呢一條嘅話咧，16號線田心站。OK， 可能個字寫得比較醜下，大家大概咁知道一下。田心站對於大亞灣，呢一個沙田站對於惠陽，呢兩個站就已經開通啦。其他仲未開通嘅話都有，但係阿紅咧就唔備註出嚟。所以嘅話咧，你除咗坐高鐵到惠陽站，坐地鐵到呢兩個區域都係非常之方便嘅。甚至好多觀眾都知，我哋港人而家咧多數北上消費都係喺深圳呢個區域。所以咧，大家如果話我過咗深圳買完嘢，咁如果我買喺呢兩個區域嘅屋，咁我就翻嚟好方便啦。所以點解阿紅會同大家講 ，OK， 買呢兩個區域比較方便或者比較建議，因為成個區域而家嘅話咧，可能個價錢咧大差不差，佢每個區域都有啲貴嘅，有啲平嘅唔好話博羅冇貴嘅，博羅都有貴嘅，博羅最貴嗰啲可能都要去到1萬蚊到8000蚊左右但你話龍門有冇貴嘅咧？龍門可能就比較少啦。但係龍門如果溫泉嗰啲樓盤嘅話咧，嗰啲別墅都唔平嘅 ，OK， 因為個景靚。你退休如果有啲真係好有錢嘅人你買一棟獨棟別墅嗰度，真係好有錢嗰種，真係好享受嘅龍門日日浸溫泉睇啲山水都係非常之靚嘅。咁然之後你話其他區域都有冇啊？都有貴嘅但係就要睇翻大家。但係阿紅個人建議呢兩個區域就非常之便利啦。OK， 然之後呢個另外嘅話題咁嗱，頭先同大家拆分咗咁多區域，可能仲有啲地方冇同大家介紹嘅，而家咧同大家講一講。頭先同大家講到嘅就係成個惠州市區嘅呢個面積啦，1134.7公里11,347平方公里，咁係成個惠州嘅。咁其中嘅話咧，每個區域嘅佔地有幾多咧？同埋成個惠州市嘅人口而家有幾多咧？要同大家講一講。嗱，頭先講嘅係呢個面積啦，然之後人口嘅話咧，成個惠州而家目前嘅整體常住人口611萬可能同香港差唔多。香港應該都係700萬左右，惠州有統計到嘅就611萬，可能有啲成日喺大亞灣咪揚翻深圳呢一啲嘅話，可能冇統計到平均落去可能都有700萬㗎啦。呢個係官方有統計㗎，611萬呢個唔係阿紅統計㗎啦。OK 可能將個屏幕咧往上調少少，大家可能會更加清楚啦。OK， 然之後嘅話咧，咁多人口同埋咁大嘅面積係點樣分佈嘅，令大家會更加清楚啦。因為今期咧係做科普㗎，唔係話有邊啲樓盤要介紹嘅。OK， 然之後嘅話咧，同樣講翻嘅惠城區呢一個位置阿紅抄一抄先，因為頭先啱啱做咗功課OK， 然之後目前嘅呢一個
衛城區主城區係咪呢個？佢嘅佔地面積嘅話咧係1157公里。講翻下，1157公里平方公里啦。OK， 咁佢嘅面積嘅話咧，喺成個惠州嚟講咧，屬於中等，唔算大，但係都唔算細啊。然之後嘅話咧，衛城區嘅話咧，目前嘅常住人口157萬人口OK， 呢個係面積，呢個係人口。OK， 咁嘅話咧，佢嘅主要頭先講嘅衛城嘅呢個區域嘅話咧，佢係以呢個行政中心為主嘅，即係惠州成個市區嘅發展咧，係靠呢一度去規劃同埋牽頭嘅。所以嘅話咧，衛城區呢個城市係非常之舒服，只不過咧佢要翻香港或者翻深圳咧冇咁便利，唔係話呢個區域唔好，呢個區域係好多惠州本地人比較向往嘅地方。要講翻下，甚至阿雄作為惠州人桂阿雄以前未嚟做地產或者係話讀書嗰陣時咧，阿雄都係比較向往衛城嘅，有好多同學仔啦都係衛城嗰邊本地人，係阿雄都比較羨慕嘅。所以咧衛城咧其實係好多本地人比較中意去嘅。然之後嘅話咧，佢嘅主要頭先講嘅佢嘅呢個主要產業以呢個行政服務為準。同樣嗰邊有好多寫字樓做得好靚，有少少似類似福田咁樣啦。深圳嘅福田，可能大家去行街嗰陣時都會見到好多高樓大廈啦，嗰啲玻璃大廈啦。而家嘅衛城區都係咁樣嘅啦，非常之靚。然之後成個衛城嘅主城區喺江北嗰度，即係我哋惠州嘅市政府啦，都喺嗰邊包括我哋嘅呢一個好多嘅行政部門啦，都係喺呢一個江北嗰邊。所以咧，成個江北又係成個衛城最中心嘅地方。大家如果有機會可以去嗰邊睇一睇成個城市嘅面貌。OK， 咁然之後嘅話咧，衛城除咗呢啲行政服務中心同埋成個城市嘅面貌靚之外嘅話咧，衛城都有好多旅遊景點包括啦呢一段時間都有好多觀眾問到惠州有邊啲嘢玩嘅，大家可以留意聽下啦。咁衛城嘅話咧，旅遊景點有大概講一講下，可能唔係話全部包含埋，但係阿雄有少少印象嘅會同大家提一提。衛城有一個好出名嘅叫做西湖。西湖嘅話咧係由蘇東坡喺杭州貶到嚟呢邊嗰陣時咧，佢為咗思念自己嘅家鄉杭州有個西湖，咁當時咧佢係貶過嚟做官嘅，就令呢邊嘅本地人或者呢邊嘅平民百姓去幫佢挖一個西湖，咁樣就導致惠州有一個仿製杭州西湖咁樣嘅一個景點，係非常之靚嘅，唔會比杭州嘅嗰個西湖差好多咁大家如果有機會可以去行一行西湖。好靚嘅一個景點，然之後除咗西湖之外，惠州嘅主城區仲有呢個紅花湖。紅花湖嘅話咧，嗰個地方會更加合適於踩單車。如果話中意平時有想踩單車嘅觀眾朋友，可以去嗰邊行一行。之前咧，我哋公司都會經常團建，令大家去嗰邊行下、踩下單車玩下咁樣嘅。所以嘅話咧，成個衛城除咗呢兩個之外，仲有水東街啦。水東街係一個好出名嘅一個步行街。咁當然啦，佢有好多特色嘅嘢喺裏面。大家如果係平時有喺呢邊去玩嘅話咧，可以喺嗰邊行一行。特別係晚市嗰陣時，好熱鬧、好熱鬧、好熱鬧嗰種噶啦。咁同樣都係惠州好大嘅一個景點。然之後嘅話咧，仲有嘅話咧就係高榜山啦。高榜山咧係衛城嘅一個比較出名嘅一個山坡，係一個公園嚟嘅。大家如果有機會都可以喺嗰度玩一玩，裏面都有好多景點可以去行一行，打個卡、影個相，呼吸下啲新鮮空氣啦。然之後嘅話咧，惠州仲有嘅就係朝經門，因為惠州本身就係一個有600幾年，差唔多接近成1000年嘅呢個歷史古城，所以咧佢有一個古城門喺嗰度，叫做朝經門。嗰個城門咧就好大嘅，就類似故宮其他嗰啲古城咁樣嘅一個大門，非常之豪華，非常之澎湃。大家如果中意，可以嗰度打個卡、影個相。OK， 然之後除咗呢一個朝經門之外咧，仲有就係東坡祠。東坡祠嘅話咧，係蘇東坡之前居住嘅附近嘅一個地方建起身，為咗紀念蘇東坡呢一個歷史名人喺惠州嘅呢一個足跡所以有個蘇東坡嘅東坡祠祠堂嗰個祠。OK， 大家有機會都可以去行行。咁然之後嘅咧，惠州仲有一個係嗰個叫做植物公園。惠州市植物公園植物園裏面有好多各種各樣嘅花啦、草啦、樹啦，各種各樣嘅植物大家如果有時間都可以去玩嘅頭先阿雄所講到嘅惠州市區嘅呢啲旅遊景點都係唔需要門票嘅，
大家可以放心去玩。但係如果講翻下，大家如果係住大亞灣或者惠陽嘅話，可能去個衛城區嘅話咧，打車40-50分鐘左右就可以去到啦。睇翻大家接唔接受呢個時間，可以當日去當日回都冇問題嘅。OK， 咁同樣啦，成個惠州如果話美食嘅話，客家菜㗎啦，成個惠州都係㗎啦，以客家菜為主。除咗部分嘅靠海邊嘅話咧，可以食海鮮。美食方面嚇，惠州係比較簡單嘅。咁當然啦，分佈到每個區域都有啲特色嘅呢個食物。但係呢啲咧，大家可以入線諮詢翻，因為可能視頻嘅時間有限，要同大家好詳細咁講翻食物嘅話咧，一步一步咁講嘅話咧，可能大家會聽得更加嘅複雜。OK， 咁嗱，同樣頭先介紹完呢個惠城區啦，又同大家講一講眾海呢個區域。可能我哋要先從呢啲區先至介紹下。咁嗱，眾海嘅話咧，佢係由呢個惠城區拆出嚟嘅。頭先都有講到啦，作為眾海嘅話咧，佢嘅常住人口就比較少啦。佢嘅話咧，常住人口嘅話就係53萬。OK， 53萬嘅常住人口。然之後嘅話咧，呢個眾海嘅佔地面積同樣都唔大，佢得300幾公里。總體嘅呢一個詳細嘅面積咧就係345平方公里。呢個係眾海區域。OK， 所以嘅話，大家要比較清楚，眾海係由惠城特登劃出嚟一個經濟開發嘅區域，因為佢行政同埋發展就分開咗啦。呢邊主要都係以啲電子產業啦、高科技產業園啦等等之類嘅為主嘅。成個眾海而家目前主要嘅中心喺呢個惠環街道辦。惠環街道辦嚇，然之後嘅話咧，眾海目前有好多高新科技喺裡面㗎，所以有好多港人係會比較知道眾海嘅呢個發展其實都唔會話好差。眾海而家有嘅科技公司比較出名，阿雄大概同大家講一講，有 TCL 做電視嘅，之前都有做電話呢啲嘅，好出名㗎。仲有一個就係呢個德賽嘅呢一個電子公司，佢而家都係一個好大嘅上市公司㗎啦，喺眾海嘅呢個位置。然之後呢啲都係比較老牌子嘅，仲係有一個億偉能嘅呢一個電池公司，佢專門做呢啲新能源電池之類嘅，都係喺呢個眾海區。咁其中仲有其他更加大嘅，阿雄可能冇提到嘅，其實成個眾海區都有。成個眾海區而家嘅呢一個高新發展都係非常之龐大。所以嘅話咧，因為之前有一段時間，成個惠州市集咗好多資金去發展呢一個舊改呢一個眾海區，所以咧令眾海嘅呢幾年嘅發展咧係得到一個質一樣嘅變化，非常之大。所以咧眾海而家嘅話咧，佢嘅呢一個城市嘅面貌都係非常之靚仔嘅。同樣啦，佢而家咧都有個高鐵站叫做眾海站嘅，城軌都有2-3個嘅嚇。大家如果想了解嘅話，都可以入線同阿雄講翻。OK， 然之後嘅咧，成個眾海嘅話咧，而家目前都有好多樓賣緊，只不過今期咧係唔會主動去同大家講樓噶啦。講完眾海呢個區域，講翻下，佢主要都係以呢個高新產業園發展為主嘅。OK， 所以嘅話咧，眾海嘅發展好犀利，所以佢話面積唔大，但係嘅話咧，製造出嚟嘅 GDP 經濟都唔差嘅。然之後嘅話咧，講完眾海區就嚟到我哋嘅惠陽區啦。OK， 惠陽區可能更加早之前，其實成個惠州都叫做惠陽。更加早之前呢個已經追溯得好早啦。但係而家咧係分散咗啦，而家叫惠州市惠陽區。咁呢個區域咧，之前係包含咗大亞灣嘅。然之後嘅可能喺2013年嗰陣時咧，政府就將大亞灣區劃咗出嚟㗎啦。OK， 當時可能政府有打算將呢個大亞灣區係劃俾深圳，所以劃出嚟嘅。但係後面惠州又唔肯，但係咧已經係成立咗咁樣嘅一個經濟發展區，由呢個惠陽劃咗出嚟，所以咧分為2個區域。OK， 然之後講翻下惠陽嘅呢一個區域，目前佢嘅呢一個常住人口嘅話咧，接近100萬。實際政府有統計嘅話咧，惠陽嘅常住人口97萬。呢個係常住嘅，因為有好多係深圳嚟惠州嚟惠陽住又翻去嘅，可能統計唔到㗎嚇。大概可能有100萬嘅，我個人認為。然之後嘅話咧，惠陽嘅呢一個佔地面積嘅話咧係917平方公里。OK， 所以嘅話咧，惠陽嘅呢一個面積稍為比惠城咧要細少少，但係佢對比於眾海大亞灣呢啲區域咧可能會大一啲。所以嘅話咧，佢917平方公里。都唔算話好細嘅啦，但係對於香港嚟講，可能差唔多應該同香港，甚至會比香港細一啲啲啦。因為香港有幾大嘅雄氣，實際係冇統計過嘅。大家如果係知嘅話咧，可以喺屏幕上面或者喺條視頻下面評論留言翻俾阿雄，令阿雄多一啲常識。OK， 然之後成個惠陽頭先講嘅佢最大嘅一個特色就係林森，呢個就唔使寫啦。
可能鏡頭前各位觀眾都會知道㗎啦。然之後仲有一個點就係咧，惠陽而家目前我哋嘅惠州機場係屬於佢管嘅，佢有一個平潭機場嘅。之前呢個平潭機場咧係屬於惠城管嘅，但係後面咧就劃呢個行政劃分嗰陣時就要劃咗俾惠陽啦。所以而家咧惠陽係有一個飛機場，平潭機場呢個機場之前係軍用嘅，咁而家咧就已經係改成民用㗎啦。OK， 所以大家咧可以識知一下可以詳細咁樣知道。然之後嘅話咧，惠陽除咗呢個之外，頭先都講到啦，佢有一個惠陽嘅高鐵站，呢個都係惠陽嘅一個特色。OK， 然之後同樣嘅惠陽嘅主要一啲產業可能好早之前大家會知道惠陽有淡水千山萬水不如淡水，淡水有好多嘅夜生活可能大家會更加知啦。但係呢個已經係過去式㗎啦，係好多年前壽王都壽咗咁多年啦。所以咧而家成個惠陽主要嘅產業嘅咧，其實有好多嘅，阿雄都同大家去一一咁樣去同大家講解翻，令大家會更加清楚。OK， 同大家科普翻。而家成個惠陽嘅話咧，佢嘅產業咧有幾個第一個電子信息產業，即係我哋惠陽而家咧有好多嗰啲大型嘅做電子產業嘅呢一個公司或者集團，有一個比較出名，可能大家會比較知道，叫做伯恩光學廠嘅。伯恩光學廠嘅話咧，係位於呢一個白石同埋呢一個三和嗰邊都有嘅，即係沙田惠陽嘅沙田有兩個廠房㗎，一個喺白石，即係而家大家可能經常聽嘅咩大華悅庭啦、木雲左岸啦嗰邊嘅，你近沙田你就好近㗎。但係另外一個伯恩光學廠咧，就喺呢個惠陽嘅沙田，係挨近惠東呢一邊㗎啦。OK， 所以大家會知道。然之後嘅話咧，除咗呢一個伯恩光學廠，仲有一個叫做盛宏科技。盛宏科技嘅話咧，佢都係一個上市公司，都係惠陽好大嘅一間做電子產品嘅一個上市公司。所以嘅話咧，呢兩間廠嘅話咧係惠陽比較有代表性嘅，其他都有，但係同咧就唔一一羅列出嚟啦，因為比較多除咗呢啲電子產品嘅呢一個信息公司之外，呢個產業之外，惠陽仲有一個好大嘅，可能大家會唔知道。阿雄同大家科普下，就係關於物流。成個惠陽而家有好多大型嘅物流公司，已經係設咗一啲分佈喺呢度㗎啦。然之後有幾個比較有標誌性俾大家講一講嘅。首先第一個就係京東物流。京東物流嘅話咧，係喺呢一個三和嗰度有個好大嘅京東物流園，喺呢個碧桂園嘅呢一個三和城嗰附近嘅。呢個係可以同大家科普下，好大嘅物流園。除咗呢個之外，仲有呢個德邦物流，可能喺香港大家都有聽過呢個名。德邦物流喺惠陽都有好多嘅呢個大嘅物流園。呢啲包括順豐都有好大嘅物流園喺惠陽。所以咧，除咗電子信息產業，仲有物流產業。呢個都係惠陽嘅一個好大嘅呢一個產業。OK， 然之後除咗呢兩份之外，仲有一部分嘅製造業。所謂嘅製造業嘅都係一啲比較舊嘅，但係而家可能個廠房更新咗，類似於我哋嘅家具啦。喺惠陽都有好多家具廠嘅，特別係操場嗰邊。操場嗰邊嘅話咧，就係有好多做家私家具嗰啲嘅。然之後咧，都有一部分係做嗰啲運動器材嘅。各種各樣嘅運動器材啦，呢啲都係有嘅，包括有啲都係做服裝廠嘅，喺操場嗰邊都係有㗎啦。所以嘅話咧，成個惠陽大概嘅一個發展同埋產業，阿雄頭先講到嘅，大家不妨可以知一下。所以點解惠陽嘅發展係咁樣嘅？然之後講完惠陽之後，再講返大亞灣啦。OK， 大亞灣嘅話咧係由呢一個惠陽區啦，就劃分咗出嚟。咁同樣啦，成個大亞灣嘅話咧，有統計到嘅常住人口45萬。其實據阿雄而家目前所知，應該有50-60萬，60萬左右都有㗎啦。但係呢個係而家目前官方可以查到嘅就係45萬常住人口。OK， 咁然之後嘅話咧，成個大亞灣嘅呢一個區域咧，係成個惠州最細嘅一個區域啦。佢嘅佔地面積咧，齋得293平方公里。OK， 要大家記得喎，咁細嘅地方，但係嘅產值非常之大。要同大家等一講下，成個大亞灣常住人口45萬，佔地面積293平方公里。但係同樣啦，成個大亞灣都有好多嘅住宅樓盤，所以點解大亞灣被稱為深圳嘅後花園？因為真係之前有好多深圳買唔起樓嘅人都係買喺呢一邊。OK， 然之後呢個係另外一個話題啦，講返嘅大亞灣嘅呢個總人口45萬293平方公里，裏面嘅話咧，主要而家目前大亞灣嘅一個產值，可能有好多客戶話大亞灣最多咪樓咯，咁呢個係另講呢個話題啦。其實大亞灣自己係有產業㗎，
特別有一個可能我哋大家比較識知嘅，可能有好多人擔心嘅地方就係我哋嘅石化產業。因為大亞灣最大嘅一個經濟來源，甚至惠州之前最大嘅一個經濟來源就係靠呢個石化區。咁而家目前咧，成個石化區同樣下都係已經係管理把控得非常之嚴格㗎啦。對於佢嘅排污方面係冇好大嘅影響嘅。所以大家非常之放心。大家如果有時間，阿雄都可以帶大家去嗰石化區周邊參觀一下，啲樹木、啲綠植都係生存得好好嘅。所以咧，大家唔使話好擔心，因為呢一個地方可能佢係比肩呢一個新加坡、馬來西亞嗰邊嘅國家，因為嗰邊國家都係石化國家，但係人哋嘅城市面貌都做得好好。我哋中國目前嘅能力唔會比佢哋差，甚至超越過佢哋。所以大家對呢個石化區唔使大擔心。然之後，除咗呢個石化產業之外，仲有一個就係我哋嘅呢個電子汽車產業。大家可能比較熟悉知嘅，阿雄經常同大家講嘅就係大亞灣有一個比亞迪嘅產業園。嗰邊嘅話咧，除咗比亞迪之外佢係有做汽車、有做電子產品嘅比亞迪產業園，仲有一個叫做江宏科技嘅。江宏科技嘅話就喺呢一個木馬湖後面嗰邊有個好大嘅產業園㗎啦。然之後嘅話咧，仲有一個就係叫周明科技，同樣呢個周明科技就喺呢個冠華城嘅隔離，唔係好遠嘅。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產業園，然之後近幾年都有好多新出嚟嘅產業園已經係建好嘅，但係而家喺度招商引資緊，可能未來大亞灣呢個區域佢嘅科技園會越嚟越多，同樣有好多都係可能從深圳從其他城市搬過嚟嘅，因為大亞灣呢個城市有一個好重要嘅物流就係碼頭。大亞灣除咗頭先阿雄所講嘅呢啲產品產業之外，仲有一個惠州港碼頭係位於呢個霞涌嗰邊嘅。澳頭再過去少少，霞涌嗰度，所以嘅話咧，成個大亞灣頭先講到嘅有電子產業啦，有石化產業啦，有碼頭呢個物流啦，呢個係大亞灣非常之重要嘅幾個大型嘅產業所以大家唔好認為大亞灣真係得樓㗎啦。OK， 呢個科普嚟講，同樣啦，大家如果係話有邊啲唔清楚或者阿雄冇講到嘅，大家可以留言評論翻嘅然之後講翻大亞灣同樣都有一個最大嘅特性就係臨深，佢都係近深圳。所以點解有好多客戶群體阿雄會建議大家買呢一邊，因為佢真係好嘅方便等未來下一期有機會同大家講咧，就會講翻呢一邊嘅呢啲生活配套啦。今期主要同大家科普翻成個惠州目前嘅一個情況。OK， 然之後除咗呢一個之外，大亞灣仲有一個比較重要嘅就係旅遊行業。可能熟悉知道嘅話咧，大亞灣呢一個城市佢都有臨近海邊㗎包括我哋澳頭啦。有個綠道啦，有海鮮市場啦、海鮮街啦，然之後嘅話咧，再往前少少霞涌，頭先阿雄所講嗰邊咧，有黃金海岸啦，都有一個好長嘅沙灘，都係可以去玩嘅。旅遊旺季暑假嗰陣時都係好多人嘅。然之後再往前咧，就去到小徑灣啦。小徑灣係由華潤集團打造嘅，佢係同呢個亞婆角嗰個位置交界，同埋惠東交界嗰個位置，到咗暑假同樣都有好多人去玩，包括過年嗰陣時都有好多其他城市嘅人去嗰度玩。所以嘅話咧，呢啲地方都係大亞灣嘅海邊旅遊產業為主嘅。OK， 咁然之後頭先呢4個區域就已經比較詳細咁樣同大家講咗一個大概嘅情況大家唔清楚嘅話咧，可以入線諮詢翻㗎啦。可能全網得阿雄呢個中介會同大家去講翻惠州嘅一個情況實際係點樣嘅。OK， 然之後講翻區之後，再講翻我哋呢3個縣啦。從上講到下。最後面講到阿雄嘅鄉下惠東然之後首先博羅縣同大家講一講博羅嘅呢個地方嘅話咧，其實佢嘅呢個面積都係比較大嘅。成個博羅縣城嘅話咧，佢總共嘅常住人口差唔多係去到98萬，呢個係官方有統計嘅98萬嘅常住人口。然之後呢個片區博羅縣嘅佔地面積係有呢一個2855平方公里。非常之大嘅一個土地唔算話細㗎啦。喺成個惠州嚟講咧，佢屬於第2大，第1大係惠東。OK， 然之後嘅話咧，呢一個片區博羅佢係同呢一個東莞挨住嘅所以咧佢挨住東莞嘅有2個鎮啦，一個叫做石灣鎮，一個就叫做元州鎮。嗰2個鎮嘅話咧，其實佢嘅呢個產業係好豐富嘅，有好多嘅製造業、電子產業等等之類嘅，係位於呢個博羅同埋呢一個東莞交界嘅嗰個位置。頭先提到嘅嗰2個鎮區，一個叫做石灣，一個叫做元州。但係嘅話咧，博羅嘅縣城咧，其實喺羅陽呢個位置，羅陽但係縣城嘅話，可能嘅話咧，佢發展得比較舊啦。
佢唔似同東莞挨住交界嗰個地方，嗰個地方會發展得更加靚啊！咁然之後嘅話咧，博羅佢除咗頭先阿雄所講嘅呢個電子產業之外嘅話咧，博羅都有農業㗎。博羅有好大嘅一個農業嘅一個分佈啊，佢有做呢一個絲苗米啦，即係我哋平時食飯所食嘅嗰啲米大米，叫做絲苗米啊。OK， 然之後嘅話咧，博羅都仲有係養雞嘅三黃雞嚇，大家唔好諗偏咗。三黃雞，惠州嘅本土三黃胡鬚雞。然之後仲有嘅話，博羅都有產荔枝嘅啊，呢啲都係農業嘅嚇，包括仲有兩種福田菜心。博羅有個地方叫福田嚇，唔係深圳嘅福田。博羅嘅福田嗰個地方有好大嘅一個片區，係種晒嗰啲我哋平時炒菜嘅嗰個菜心，應該係口感好靚，好多人比較中意去嗰度食啊。然之後嘅話，仲有一個就係藥，因為博羅有個山，頭先講到嘅羅浮山，呢個山而家都係一個好大嘅旅遊景點。咁呢個山裏面咧有好多名貴嘅藥材啊，所以嘅話咧，博羅都有產藥啊。OK， 然之後再講翻下頭先講嘅博羅，如果係去嗰度玩嘅話，最大嘅景點就係嗰個羅浮山。羅浮山嘅話咧，佢唔係一個山，係有兩個山造成嘅，一個叫做羅山，一個叫做浮山。佢係好大嘅，有片嘅，好大好長嘅一片，佢係連接東莞同埋惠州噶啦。大家如果有機會去玩嘅，可以行一行，環境非常之靚。OK， 咁啊暫停一下，我同飲啖水先，好冇？OK， 咁嗱，飲完水之後啦，翻到嚟同大家再去普及一下。咁嗱，關於成個博羅頭先嘅一個情況，大家都比較識知啦。佢嘅人口就98萬，佔地2855平方米。產業咧就係以一啲製造業、電子產業同埋一啲農業為主。OK， 然之後嘅話咧，呢個片區唔建議大家去嗰邊買樓啊，但係你話去嗰邊玩一玩、行一行冇問題。OK， 而且嘅話咧，博羅成個片區嘅樓價都比較平嘅，呢個後期有機會同大家再分享啦。然之後再移步到我哋嘅呢個龍門縣啦。龍門可以講係而家目前成個惠州最窮嘅一個位置。佢呢個地方好奇怪㗎。如果講歷史嘅話咧，龍門一直係俾人哋踢㗎。之前有段時間係歸河源管，咁然之後河源咧就唔要佢啦。然之後咧又歸翻東莞管，東莞後面又唔要佢，後面又俾咗廣州管，廣州後面又唔要佢。後面咧就夾硬谷咗俾惠州，咁惠州咧都係收咗呢個靚啦，啊，所以有咗龍門嘅呢個縣城。咁啊，講翻啦，龍門啦，佢係因為比較偏，佢真係比較遠嚇，佢係接近於河源噶啦，啊，但係嘅話咧，呢個龍門縣嘅話咧，佢嘅呢個發展都係比較遲啊，因為佢一直踢嚟踢去，到後面先俾惠州嚟發展。咁發展到今時今日嘅話咧，成個龍門嚇，首先講人口嘅，要同大家去科普一下嚇。龍門人口常住人口係比較少噶啦，而家目前嘅有統計咧就係35萬啊，35萬係相當比較少噶啦，可能大家從呢個字眼睇得到。然之後佢嘅佔地面積係比較大嘅，佔地嚇，佢佔地嘅面積有2267平方公里啊，咁大嘅一塊地，咁少嘅人居住，可想而知佢嘅經濟係稍微比較差啲噶。啊！呢個係好多人會講惠州偏，咁其實如果你講龍門嘅話，真係好偏，包括博羅嘅一部分嘅地方，包括惠東嘅一部分地方，真係好偏啊！所以嘅話咧，有得講，阿雄都會同大家去講呢個真相。OK， 然之後嘅話咧，龍門而家目前嘅話咧，都有一部分嘅製造業都係從呢一個東莞啊嗰邊啊遷過去嘅啊，主要可能都係啲製造業啊、五金啊呢等等之類嘅，比較稍為比較落後少少嘅呢啲製造業，但係呢個社會有需要嘅。OK， 龍門係有嘅。然之後，龍門仲有一個好大嘅就係旅遊業，因為頭先阿雄講嘅嚇，龍門嘅話咧係有呢一個溫泉嘅，全國最出名嘅呢一個溫泉景點之一，龍門南昆山溫泉森林國家旅遊景點啊！大家有機會可以去玩一玩睇一睇。龍門嘅消費都係比較低嘅，佢嘅消費唔高啊，所以叫咧大家如果話我想去嗰邊浸溫泉去玩幾日都冇問題，可以去行一行。甚至鏡頭前如果有邊啲觀眾朋友有去嗰邊玩過咧，可以喺呢條視頻下面留低你嘅評論啊！大家感覺得點樣 ？OK， 冇去過嘅就唔好亂評論嚇，就唔好話我覺得，因為大家未嚟過之前咧，如果係按照自己覺得嘅話，可能同真係去嘅話係有區別㗎啊！然之後嘅話咧，成個龍門而家目前都有好大嘅一個農業啊，種菜啦、種稻谷啦、茶葉啦等等之類，龍門都係有嘅啊！所以咧，龍門咧其實以旅遊同埋農業更加佔主導，反而其他嘅工業方面嘅話咧就比較落後啦。啊，所以點解龍門嘅樓價係好平嘅，兼且佢嘅樓唔多
啊，但係個面積好大，2267平方公里，所以目前龍門喺成個惠州嚟講咧，係一個非常之即係低嘅一個水位。同樣咧，佢嘅發展都係比較落後嗰種啊，有嗰句講嗰句。OK， 然之後咧，再最後嚟到惠東啦。咁講翻惠東啦，作為阿鴻嘅鄉下啦，評論就唔多嘅。呢個縣城咧，據我所知偏嘅地方就好偏，繁華嘅地方都發展得唔錯嘅。要講翻嗱，首先成個惠東縣人口嘅話咧，要講翻成個惠東縣人口，目前有統計到嘅人口嘅話咧，係101萬常住人口。咁佢嘅人口唔算少㗎啦，對於其他嘅呢個城市片區嚟講，佢都係屬於一個中等人口，但係佢嘅佔地好大要同大家講一講嘅。佢成個惠東嘅佔地嘅話咧，有3528平方公里。成個惠東縣佢嘅佔地係成個惠州最大嘅。3528平方公里 ，OK， 所以嘅話咧，佢雖然話人口有101萬嘅常住人口，但係佢因為佢嘅地太過大，分散得比較闊有啲山區嘅，有啲海邊嘅，有啲喺縣城惠東嘅縣城喺屏山，唔係深圳沙田嗰個屏山，係惠東嘅屏山街道縣城嗰度咧都有好大嘅一個常住人口，所以咧佢嘅人口咧分得比較散，因為佢嘅呢一個地大。然之後講翻惠東佢嘅呢個主要產業，其實佢都係偏向於製造業、農業、旅遊業呢3樣。咁除咗其中製造業嘅話咧，第一大就係鞋業，因為佢有一個世界女鞋基地，係在嗰啲女仔着嘅嗰啲涼鞋高踭鞋嗰啲嘅，成個惠東最大嘅啦，全球最大嘅一個女鞋基地。即係全個地球所有其他國家，包括韓國啦、日本啦、美國啦，好多嘅訂單都係抌喺呢個惠東呢度做嘅。所以佢有一個咁樣嘅地方，可能有啲觀眾係唔明白㗎。然之後嘅話咧，惠東除咗呢個好大嘅呢一個鞋嘅呢一個製造業之外，仲有一個特色嘅就係新能源嘅呢個發展。惠東因為近海邊，同埋有好多山，佢有海邊，海裏面咧係做咗好啲風力發電站，同埋山頭上面咧係做咗好多嗰啲風車塔。就係用嚟發電嘅，所以咧惠東咧仲有另外咁樣嘅一個新能源嘅發展，即係電力風力發電然之後呢個都係佢嘅其中一個產業。然之後講翻農業同埋旅遊啦，旅遊就唔使講啦，一聽到就知道係海邊最出名兩個地方，一個就雙月灣，一個就巽寮灣，同埋有一個十里人灘亞婆角嗰度。呢3個地方咧係好多遊客去嗰度玩完之後，又講俾你湯完之後，第二又去要去嗰種人或者係嗰種地方。但係冇辦法，成個惠東而家目前發展嘅呢啲旅遊行業好多其實阿鴻作為本地人偷偷地同大家講，而家目前喺嗰邊做生意嘅好多都唔係本地人，特別喺海邊嘅都係本地人將啲屋或者啲店鋪出租咗俾外地人，所以咧真正劏大家嘅其實都係啲外地商家。但係同樣咧，本地人都有自己嘅原因，因為你本身你收咗咁高嘅鋪租，人哋商家唔買貴啲，點樣有錢賺？點樣維持個成本？所以咧係一年搭一年嘅，即係一個打一個嘅，冇辦法㗎，就形成咗咁樣。包括阿鴻作為本地人，有時候翻到雙月灣食飯，同樣都係咁貴，你冇得講價，你食就食，唔食就自己煮，係會咁樣㗎。旅遊地方就係咁，因為佢嗰邊你一年可能去幾次，佢係得劏就劏過幾次，佢唔劏嘅話咧，佢咁樣嘅成本、咁樣嘅鋪租，佢冇得回本。OK， 所以要講翻下。但係如果大家話，我如果係識得阿鴻，好似阿鴻咁嘅本地人，你可以去我屋企，我帶你去街市買，雖然話都貴啲，但係都會比外面食會平啲，同埋會新鮮啲。OK， 然之後除咗海邊嘅旅遊產業之外，仲有頭先講到嘅就係惠東嘅農業。惠東其實都有好大一片農業嘅，主要嘅話咧就係做呢個馬鈴薯嘅種植，馬鈴薯土豆薯仔可能大家喺香港會比較知道，呢個咧就係惠東呢一個比較大嘅一個產業但係同樣呢個地方嘅話，仲有一個特色，佢就係同呢個深圳合作區挨住頭先講嘅嗰個女孩基地咧，就係同呢個深圳合作區深圳嘅呢個地方挨住㗎啦。所以咧未來可能嗰個位置有多多少少嘅發展，但係唔多，同樣年限都要比較久，唔建議買如果大家想去海邊玩嘅話咧，可以約阿鴻。阿鴻咧將屋企嗰啲地方咧清出嚟，俾大家去玩一玩。有7個房間然之後阿鴻住嘅同我爸阿媽住嘅嗰2個房間，你留喺度得啦。其他房間你玩完你搞下衞生就得啦。因為阿鴻平時都住喺大亞灣美陽呢一邊住德州城嗰邊，
所以咧比較少返惠東嘅。大家如果有機會去惠東，可以同阿紅講。OK， 咁嗱，同樣啦，頭先咧已經係將成個惠州嘅一個大概情況咧，已經係比較清楚咁樣從呢一個地圖上面同大家去講到啦。咁嗱，大家如果係聽完之後嘅話咧，對於成個惠州有邊啲唔清楚或者唔明白嘅話咧，一定要入線諮詢返，防止大家嚟惠州呢一邊睇樓又好、旅遊又好、玩都好，俾人哋呃咗。OK， 同樣嘅今期可以主要講嘅，可能主要講嘅地方咧，就係關於成個惠州嘅一個情況啊。但係嘅話好多關於房價啦、物價啦等等之類嘅，係冇同大家去表演同埋去講出嚟嘅。咁大家如果係想知道嘅話咧，可能後期阿紅有時間咧，一定會同大家再做一集咁樣嘅內容出嚟。因為首先第一點時間有限啦，咁樣講可能都要講咗成個幾鐘。都未話好清楚咁樣表達出嚟㗎。阿紅只係將自己嘅經驗所知道嘅嘢，大概咁樣同大家分享咗下啦。OK， 咁同樣啦，今期嘅呢個分享，大家如果係睇完之後覺得有用嘅話咧，記得幫阿紅點個讚啦。接下面如果後期有時間咧，阿紅咧都會繼續幫大家去嚟一嚟關於成個惠州嘅一個情況，令大家嚟呢邊養老、度假、投資、居住、旅遊都係非常之清楚。明白，開心。作為一個惠州本地人，阿紅咧係非常之歡迎大家嚟到惠州嘅呢個城市睇一睇、行一行，拉動一下惠州嘅 GDP 經濟都好啊！買樓，大家揾唔揾紅？呢個係大家中意啦。大家覺得阿紅呢個僆仔，講得比較詳細、比較仔細嘅話，大家不妨可以同阿紅點個讚，或者真係覺得 OK 嘅情況下，都可以支持阿紅嘅。包括大家如果係買咗樓喺呢邊嘅話咧，大家要裝修都可以同阿紅講返㗎啦。OK， 咁同樣啦，阿紅嘅今期就到呢度啦，非常之感謝大家嘅觀看，我哋下期再見啦喎，拜拜。